后来为着要来强化着空中的战力，空军是甲现有的141台的 F-16的战机升级为 F-16V。总统蔡英文专讲到空军嘉义基地来主持着 F-16V 的接装典礼。安尼一来，台湾战机的排名会当排世界第几名呢？空军的参谋长王志伟备询的时阵讲，台湾战机的军力伫全世界排前15名。民进党的立委蔡适应讲，那啦，这台湾应该是有进入到前8强。战斗机为总统府的天顶飞过，当年的国庆，拢有民众看到空军的风采。南面的好奇讲，咱空军的实力伫全世界排第几名？大概在全世界排名第几啊？以空军战斗机来看的话，排名以战斗机而言，大概在前15名之内。我帮你们算了一下，还不错，第7名、第8名。依照今年1月份英国航空的杂志国际航空统计，美国战斗机的数量第一，2717台；中国1571台排第2，第3名是俄罗斯1531台，台湾288台是全世界排名第10名。台湾并不是要跟任何国家做军备竞赛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天空保护自己的国家，我们的装备、我们的实力足以应付外来的威胁就好。除了汉光演习以外，2022年环太平洋的军演，美国众议院就通过建议邀请台湾参加，台湾嘛已经准备好啊。不过国防部承认讲，也未接到邀请，继续咧沟通。整个环太平洋的军演，在全世界现在面对中国穷兵黩武的情况之下，台湾的加入真的是值得来争取。F-16V 战斗机接装后，所来敢发度加环太平洋岛链各国连接，在目前两岸的局势下，引起国际上的关心。